亞贊舍明禪左擁右抱坤平多妻坤平抱妻坤平續趁人願佛或求偶佛，因為有人佩戴了之後，異性的人緣特別好，甚至一夫多妻，亦能相安無事。因此，有意求偶的男士，便很喜歡佩戴這個佛牌。這尊佛像雖然可以使到佩戴者增進人緣和獲得異性的好感，但他的表情卻是一本正經，一點也不攰惹人遐思。相傳500年前，泰國有一名武將，他每次打仗都能勝利而歸，而且很受異性人喜歡。以後有人把他的樣子做成佛牌，稱為坤平佛，寓意人緣好，對異性有吸引力。這位坤平將軍那麼有名，是因為他曾經血戰沙場，保家衛國，力拒緬甸軍入侵，因此成為全國民眾擁護的英雄。坤平將軍長得高大威猛，樣貌俊俏，受到不少異性愛慕，其中有公主亦有民女，因此他在情場中也像沙場一樣的戰無不勝。相傳坤平將軍曾跟隨過多位高僧學藝，通曉法術，能在戰場上大顯神威。間夏時他以鬥雞為樂，他飼養的鬥雞，經過他施法以後，皆能神勇無比，每戰皆捷。因此坤平將軍亦被尊為一代戰神功效，招正偏財，助生意運，人緣異性緣，桃花運，助事業，說服力，職場順利，增加權勢，保護平安，避凶避險，化險為夷，當殺除障，當小人，當是非。